大家好，我係大羅圈，我係周超霞。今日我哋要講啲嘢係生活中嘅囚徒困境。想一下，你同你嘅好朋友一齊被警察拉咗，警察將你哋關喺唔同嘅兩個房，然後同你講：而家我俾個機會你，如果你指證你嘅朋友，你就可以走，你朋友就要坐10年監。但係警察跟住又講：如果你唔講，你朋友都唔指證你，你兩個都只係坐1年監。咁問題嚟啦，你會點樣做？你會選，如果我唔出聲，但佢指證我，咁我要坐4年監，太死本啦。所以你覺得最好嘅就係指證你朋友。好笑嘅地方係你嘅朋友係隔離房，都係咁樣選。跟住兩個人都指證對方，兩個人都要坐5年監。如果兩個都唔講，兩個都只係坐1年㗎。呢個就係囚徒困境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個好運嘅困境，點解會日日都發生喺我哋旁邊？我哋先來睇下奶茶店中嘅囚徒困境。黃老闆同李老闆分別係隔離街係咗間奶茶店，大家嘅奶茶都賣20萬一杯。如果兩位老闆都唔減價，啲客人會平翻去兩邊買，大家每日都可以賺到100蚊。如果黃老闆偷偷地減價賣15蚊，但係黎老闆唔減價，啲客人就會全部到黃老闆呢度買。黃老闆可能賺到150萬，但係黎老闆就一個客都沒有，賺唔到錢。如果兩個都減價，大家都賣15蚊，但客人係會多咗，但因為平咗，最後可能每個人都只係賺到50蚊，比以前更少。結果呢，黃老闆聲言我跟黎老闆減價先，咁我就蝕本啦。黎老闆又係聲言，最後兩個都決定減價，大家都蝕本啦。呢個就係奶茶店老闆嘅困境。除咗奶茶買賣，囚徒困境將會出現喺我哋嘅校園生活中添。黃同學同李同學要一齊交一份小組功課，如果佢哋都發揮同樣嘅努力，一齊做呢份功課，就會得到一個好分數。如果一個同學唔做功課，將啲嘢全部俾一個人，咁佢都會得到好分數，但係唔使發揮努力。睇落去，唔做功課，唔使發揮嘢，都可得到一樣嘅分數。但係如果兩個人都咁諗，就冇人做功課，所以攞唔到分數。而家大家係唔係都明咩係囚徒困境啦？囚徒困境係講兩個人，如果兩個都唔出賣對方，就兩個都好；如果一個出賣另一個，出賣嗰個就好，不出賣嗰個就唔好。如果兩個都出賣對方，就兩個都唔好。呢個困境話俾我哋知，有時都唔出賣對方，好過都出賣對方。所以一起做嘢係最聰明嘅。多謝大家。